常说我要打坐啊，打坐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想坐在那里。但是有的时候可以想很多事情。针对的，我们接下来就是后面会发心的时候会讲得到，我们就是为众生要观想慈悲心的方面个发菩提心的主要的这个过程，一一的就是要产生能够可以达到真正的这种圣于菩提心的这个过程啊，就有一步一步的讲解啊，都是可以学的。同时这些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想一下这些诸佛菩萨以及高僧大德们的过去为了一切众生跟为了佛法所发的愿所经过的这些苦耻苦修啊，都是可以去想。那么你想1个小时都是想这个长提菩萨的故事，想1个小时，1个小时实际上是很短，但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很有意思的，非常殊胜的。若是去皈依三宝，不论修持多么甚深的法，也不能列入佛教徒的行列中。所以皈依是最重要的基础。没有皈依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说皈依，我们都是会说呢，你是哪一个道？像比如说外道跟内道，内道我们佛教徒所谓的内道就是佛教徒。那而且我们的那个佛教是什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只有出现过的唯一的佛是不是释迦牟尼佛？那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遇到的，我们现在修持的这个法门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传给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前面有没有多少佛？那无量无数的佛都在前面。那么释迦牟尼佛本身来说的，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相当于就是他的无数的时间来一直不断的在轮回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众生，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一直发愿，就是在地狱里面发愿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在发愿为他人发愿，开始呢就是一点的，所有的功德在累计到最后成佛。那么成佛了以后呢，给我们呢就是传下来的法，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所以主要是属于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皈依释迦牟尼佛的，就是叫内道，就是佛教徒。那是不是佛教徒，是看有没有皈依。如果是有皈依三宝的人，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如果你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这也不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研究佛法的一些科学家也好，有一些比较喜欢哲学的人、医学的人等等，也有很多人就没有什么信仰的，而且是有其他的宗教的信仰的，也有来研究佛法。那他是不是佛教徒？他只是研究佛法的一个人，并不是什么佛教徒。所谓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就是从皈依三宝开始。皈依三宝是佛法的基础，而且是你解脱的基础。这个道路就是皈依三宝。那么如果是没有皈依三宝的情况下，连一个基础都没有，没有基础的情况下，那什么东西都不会存在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点。如阿底峡尊者说，内外道以皈依本来。虽然外道中也有精进恶业修学本尊。那么这个里面有讲，我刚刚讲的就是阿底峡尊者也是说那个内跟外，就是是不是佛教徒是有看有没有皈依，就是这个意思。修习本尊，观修功曼的而获得共同成就的，但因为不知道皈依三宝，所以远离了解脱道，永远不能从轮回中解脱。阿底峡尊者虽然对于浩瀚如海的显密正法无所未闻，无所不知，但尊者认为其中最初唯有皈依非常重要。
在所有的法会中，唯一宣讲皈依，所以被称为皈依班智达。班智达是一个学者的门号，所以非常有学问的，而且没有任何那种怎么说呢？不值得以这样的一个水准的一个学者来说的话，就是可以称呼为班智达。那么阿底峡尊者大家都称他为皈依的班智达。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来说的话，很多人认为阿底峡尊者是那么有学问，然后显明各种经典教材，各种的法，没有任何不质疑怎么说呢，不懂的部分。但是为什么一直都讲皈依？所以就是称他为皈依班智达那种，就相当就是也有一点点就是不太重视皈依的想法。那有些人就本来的就是又一直都是他弘扬弘扬皈依的法，他自己认为呢，这个法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对于他来说的，就是皈依的法门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众生来说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弘法的上师们来说的，不是以自己的这种层次跟对自己的重要，完全都是为他人的重要。所以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弘扬皈依，然后就是已经到大家都称他为皈依班智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也是这里面古贤上师研教书本里面讲，这个也是那么就是让我们知道提高皈依的这种重要性。因此引入解脱道，作为一名内道佛教徒的我们，今后纵于迷难，也不应舍弃皈依戒，而以精进修持正法。如今云，所以这里讲的非常清楚一定要知道，很多学佛的人来说的就是首先必须得要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学佛，这个是非常重要。主要是为了解脱学佛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就是最实际的，而且是真正的过程，是一种课程。那只是想要研究学习懂到一些要懂得一些佛的知识，这样想的，那当然也可以，因为佛法是非常深奥，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学问，所以可以再学习一下也没有关系，但跟解脱没有关系的。所以没有皈依的情况下，跟解脱完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没有皈依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走到这个解脱的道路上。要走到解脱的道路上，真正的想要解脱的人来说了，就不能没有皈依，而且是永远不能舍弃皈依，而且是经常要想到皈依，而且是要念诵皈依句，这是非常重要的。何人皈依佛，必为真居士，何时亦不能皈依其他众？皈依于正法，远离渺害心，皈依甚深重，不应教外道。如今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三宝的随行者，那这个前面的部分是我们在一开始皈依的时候都有皈依就学处里面都已经有讲到的部分却对佛经、佛塔、佛像等等，我有少许恭敬心，将其视为普通的财物，进行买卖物或什么作为抵押品这是所谓的享用三宝的身材，罪过极其严重。此外，绘画、雕刻佛像等需要测量尺度后再进行制作。除了知识以外，其他时间若妄加评书指责佛像不庄严的部分，则罪过十分严重，所以不应评说指责。佛经文字的书函等直接放在地上，或者从经书上跨过，或者翻页时手指展唾液等
所有这些不恭敬的行为，罪过特别严重。世尊说：末世500年，我现文子相，作于彼为我，而是当恭敬。所以我们就是在皈依戒的时候，这些都是有讲过的吧，应该是知道。所有的皈依的人呢，就是受皈依戒的时候，这些道理都知道。但是平时都是不能忘记。那么我们平常在这个八榜上面夸来夸去啊，这些是可能是最近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中心的人就比较少，因为曾经我也说过很多次。曾经在那个公修的时候也问过大家，那么大家也为什么要把这些那个八榜啊、经书啊放在地上，然后夸来夸去这些，所以就现在来说到就好了很多。因为这个方面来说到，本身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而且是在造业的，所以就对一个藏地的一些藏族人来说的，大部分都这些小的方面都是非常清楚的，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在汉地的或者是在台湾这些地方来说的话，就那可能是很多的佛教徒呢，也并不是从小到大在一个寺庙或者是修行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所以呢，就这个方面就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差异，所以好像觉得自己就反正就是书本上面夸过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罪过的那种想法。所以这些呢，今天我们知道了以后一定要进行恭敬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变成文字利益我们，这就是佛经。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得到，我们需要就是闻思修，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闻思如果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学习佛法的情况下，佛陀刚刚说的这个呢，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用。它变成文字利益我们，怎么利益我们呢？它变成文字，就是它的所有的语言，佛的身语意3个功德当中来说到，就是利益众生的方面是语的功德是最大的。3种事业当中来说到，就是语的事业是最大的。语言可以利益所有的众生，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佛经，主要是皈依的时候，就是连一句诗的佛经都是必须得要进行恭敬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并且时间也有这样的俗语，佛经上面不能放佛香那么在藏地来说的话，这就是常用的，那可能是这个时间之中就是变成了那种俗语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常用的。所以就是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佛香跟经书的它的神序拜放这些呢，经书上面不会放佛像的，但佛像上面可以放经书的，佛塔上可以放经书的，但是经书是最高，然后佛像佛塔这样放的。所以佛像经典佛塔中，佛经具有开始叙述道理，保持佛教原句等作用。所以与真佛无有稍许差别，甚至比佛还殊胜。现在有很多人将金刚轮珠当作一般用品那么这些讲的就是都是修行人尤其是出家众，那么就是用这些金刚轮珠的法器那些是那么在藏地来说的，就大部分很多都是出家众。那出家众是有那个跟那个瑜伽师2个都是僧众，都是用法器的。那我们当然居士们也是一样的，会用那个金刚轮珠嘛，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平常在金刚轮珠用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修法的一个工具来看，
这都是要知道是三宝所依，而且是我们能够可以在皈依的对境。一定要知道，不是我们的工具，是我们皈依的对境，能够可以救度我们远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皈依的对境，可以依靠的对境，你这样去想，而认为他们是三宝的所依。而实际上金刚杵是表示佛的5种意智慧。灵也是同样，灵具有本尊面相。下许部说此面相表示毗卢遮那罗，上许部说此表示金刚界自在母，因此它具有身相。灵上有8大佛母真实种子字的经文相。此外，其声音可以表示佛说法的妙意，所以灵具足了生苦意3所依之相，尤其是它具足了密宗金刚乘的全部坛城轮，并且是不共三密耶的标志，因此若轻视则罪过极其严重，应当经常恭敬供养。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平常佛教的书本对它的恭敬心，佛像的恭敬心，然后还有那个法器的恭敬心。法器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碰到的，经常自己也会用到的这种灵杵那些。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断法组的人都是有在用灵杵嘛，所以这些你们平常的时候呢，就是法器那些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这都是三宝所依我们皈依的对境，所以一定要恭敬的对待。自尊自恋着空着